热天一到，有一个乡亲会买手摇饮料来饮来消暑，本来是药水，就明定讲手摇饮料的这个店都要明确标示讲，这个饮料内面所含的糖加热量。不过依照调查，实际含量唔若差真济，有的差到6.9倍。关键伫个这个配料的热量，像讲这个粉圆的含糖量拢无算入去，消费者都唔知讲到底食偌济糖加偌济热量。是就是讲，已经即马开始咧受罚啦。天气真热，啉一杯手摇饮料，感觉真凉爽。这手摇饮料店照规定必须要是打糖量、加热量的标示，但是民众敢会看？想要减重的话，我觉得有这个依据比较健康。当时基金会调查大台北地区22间有名的连锁手摇杯品牌，就发现讲民众看到的糖量、加热量、甲实际标示差真多。伊一杯540毫升红豆珍珠牛奶茶，全糖来讲，标示热量是54大卡，不过实际上是373，是差6倍9。其中的关键就出伫个配料的糖无算入去。它又加红豆又加珍珠，所以相对来说，它就是跟标示值比的话，就会落差更大。是药所标示的规划甲配料的糖加热量纳入标示。今年已经有召开业者还有专家会议。我觉得是可行的，因为我们家的那个配料的配方都是固定的。新规定上紧明年上路，会当互民众了解手内饮料到底有含偌济糖，唔通啉过量，影响健康。